台语文千万字，逐工要和大家做伙来拜一日。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这一日，咱做伙来看到这日就是了。这个了的意思就是目睭真紧安尼看过，像咱讲了过尔尔，无看清楚。另外，这日了嘛有小可偷看的意思，像咱讲了一个就知影。这里文音读做了，嘛有一个音读做了，咱讲明了，带大家做伙来小解两个词。头一个，咱做伙来看到读做明了，嘛有人读做明了，这个意思就是了解、明白、清楚。若是第二个词读做了着，这个了着意思代表讲目睭真紧安尼甲看过，或者是有小可偷看的意思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两个词夹做伙。譬如讲，学生囡仔目睭真紧，本来大家还搁伫咧嘻嘻哈哈，一个了着看到老师行为教室才来，大家就明了讲赶紧点点。今仔日小解这一日了，另外还有音读做了，或者是了，提供予大家参考。